伫台湾办一份14档无广告的报纸，也是一个有国际观、强烈文情的新机关。这个传奇人物，就是台湾民主先生李万基。伊当时看到这成龙桥木造的所以很危险，伊当时就向国民政府申请来改条桥做咱即马的水泥桥较安全安尼。毋但是争取建设，文情的展出嘛包括自由人权、中央民代改选、政党政治，甚至是反攻大陆的可能性，互伊变做政府针对的目标。伊的事迹甲故乡的二五树同款，捌失去，即马阁互会用的找倒转来。